这是公司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观众朋友，大家晚安，欢迎您收看8月18日 AM 新闻，我是麦尚莹。头起先带大家来关心今日的新闻重点。火车票可能要起价，初步试算有3种方案，平均起40%，家人到台北上无起17块，等9月送去行政院决定。危机学医有囡仔甲同学冤家线，互人捡去外口，搁甲杀互倒。家长带囡仔验伤报案，业者无立案，互教育处加罚25万。印度为一个查某医师，互人性侵搁逮好死，各地医师、护理师罢工24点钟，提出5项诉求，要求保障医护人员的安全。咱们先来关心的是，这火车票29档拢无起价，即马代替要来调整计数。初步计算，这家人到台北上无时会起17块左右。另外呢，这代替因为是公司化，推出优惠的退休甲离职的方案，也毋过煞传出有员工单入来无够1档，就领优退时节。通群组爱注意啊，未来要坐代替可能爱加开钱，因为对20开始电子票证9折的优惠会取消。就连已经29年无起的代替的票价，听讲要伫9月中旬进前开董事会来讨论新的票价，区间车票可能起4成。它其实涨价，它也是在50元内，我个人觉得还是很合理。就是可能还是要再评估一下这样子，对，因为薪水也没有涨。团出代替最近来启动票价试算，合理的报酬率总共有3%、4%、甲5%三种方案。若是以可行性上悬的3%来计算，基本费率每人每公里会对1.4块6，起到2.5块，平均的起付是40.4%。以区间车来讲，亲像贵人到台北的票价会对41块起到58块，一撮爱加17块。对于上班族来讲，未来还有 T-Pass， 还有台铁的月票的优惠，所以票价调整对于真正的上班族是没有影响的。去适当的反映它的价格，然后因此能把这一些额外收入用来改善它的人力跟营运状况。这样应该也算是一个健康的一个方向。代替讲9月要送票价试算方案到董事会通过了后，再送交通部汇率委员会去讨论，结果由行政院来核定。只是代替毋若面临票价拢无起，因为了钱，去年因应公司化推出了6+1优退离方案，就去年才可调的新进动人，大无1年就领优退离职金离开了。不是这些员工会钻漏洞逃跑。我觉得反而代表是说，这间公司它的待遇出问题，到员工一进来就想要离开。我们都希望说，台铁公司如果意识到这件事情的话，那就应该要着手从我们的待遇上来做检讨。代替产业工会讲，代替应该调升员工的薪水台步，才好得降低流动率，让行车安全甲铁路拥护更加健全。代替副总经理刘祥惠是回应讲，会经由多多招募来慢慢补足人力。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三中客运有一个司机赛车启动安全岛，加在呢，这司机甲人客拢无性命的危险。这个司机酒测的结果是0.14，也毋过业者所来强调讲，其实伫出车进前，这内部的检查是无酒精的反应，也就是讲这详细的原因还阁需要调查。对向内边的公车，直直开来，煞一时失去控制，浪对分隔倒去，树仔浪倒几啊丛，路顶反射镜登去，落伫涂骹，人客疯狂紧落车。刚好出门回来的时候，风是很大声，那时候司机坐在车子上，看他撞上去了，就车上有客人呼吸下来，有声音蛮大声的。头前的挡风玻璃逼甲像甲蜘蛛网共款，树仔差点插入去车内，板金冒落去几啊地，就知影弄不哩大力。这68岁乘客有腰疼情形，甲司机2人送医治疗，加在无性命危险。原警到达现场，协助伤患送医，并疏导交通。详情肇事原因有待调阅监视器厘清中。代志发生伫新北市蘆洲，出代志的三中客运18中到12点外，载6个乘客开伫一片路上，雄雄冲出去弄到分隔岛。开车6年外43岁市长司机讲，家己有高血压，讲出车进前有食药啊，前一暗要啉烧酒。初步讲当时头壳晕，人睡醒才造成事故的。我们公司规定是出车前一定要酒测，我们是趟酒测。
那驾驶员的酒测指示的一个有调阅他的行车记录器来看，他整个开车的过程都是很正常，也没有发现有什么饮酒的状况。公车业者讲，出车进前有酒测，无检出酒精的反应。警方到现场确实检出酒测值是0.14，比法规处罚的标准0.15较低。这回事故原因是受到酒精的影响，也是甲疾病有关系，也是其他因素，有关等待调查。只是公车弄一个不利严重，加在事发当时无弄到过路人，乘客也无要紧，无互事故扩大。记者综合报道。维基学院传出不当管教的事件，这是发生伫新德市有一个囡仔甲同学冤家，结果这个主任煞甲伊揪去外口，佮甲杀互倒。家长是随查囡仔去验伤甲报案。另外，这个教育处也查到这个业者是无立案登记，所以甲处罚25万。为监视器影像穿感色衫的班主任，甲学生囡仔拖出教室，毋但一解甲囡仔摔倒伫涂骹。另外一段影片，还佫好亲像甲电严棍的行为。代志发生伫新德市东区一间儿童医院，家长是讲家己囡仔较敖上去，毋过真想要学行棋，所以才会去这间医院报名上课。无想到煞还看到真心碎的画面。他说小孩子有攻击行为嘛，我想说他可能是拉着手不要让孩子去攻击。那看到影片的时候才发现，他这样子被推得这么用力，然后撞到头，我心里真的是觉得很震惊。这个妈妈控诉囡仔伫医院甲其他的同学冤家，医院主任出面处理的方式，竟然是甲囡仔摔倒伫涂骹，致使伊的头给弄掉，头皮红骨肿，身躯嘛有真侪所在乌青。家长看到是惊一个，佫真毋甘，除了带囡仔去验伤，目前家长嘛已经到警局去报案。这个老师在处理已经是过当了，推摔之后还有掐脖子的动作，那其实他身上充满了很多的乌青。然后头可能也有撞到，有这个脑震荡的疑虑，现在还在观察当中。市议员是讲，原后接到其他家长陈情，好亲像不当管教，教育处接到通报了后，随派员去稽查，确认这间才艺班无依照规定立案，会依法罚25万，搁辅导因立案。若做无伫期限内完成立案，会连续处罚。发现该企业确实未依规进行立案我们将依据补教法的最重开罚25万元，并辅导其立案那如果未期限内完成立案，将持续的开罚，绝不宽待。有关不当管教囡仔行为部分，教育处指出，已经甲新德市政府社会处完成联络造成专案小组，后续会依照儿少权法进行调查，好好处理。实际打电话去这间儿童医院，无人接听，教育处过程无得到回应。记者综合报道。中原这普渡拜拜用过的这肉山，就是云林好买的特色之一。也毋过今年煞因为这猪肉继续直起，所以肉山嘛对咧求水，改做是用鸡仔也是其他的物件来代替。另外，伫咧中华凤苑这个所在，用过是拢有穿澎湃的海产来拜拜。也毋过今年场面嘛是同款，因为风台来缩小。一只一只的全猪排上桌，后壁还袂少祭品。当年的中元节，云林好买的普渡场面拢正大场，7大普渡区以南区的肉山上澎湃。不过今年全猪的量比往年减一寡，有一寡全猪阁是甲业者用做的。照他们收啊，一只4200那买一只头偌济？买即摆12000咧。无做起价，因就要一只要甲咱来4000外，4000外咱就。大家规划过讲安尼咱不自这钱先起来买鸡。庙方表示，今年全猪敢若3只，不过鸡仔数量为去年的60只增加到300只。原因就是因为猪仔加大起，毋但进口量，连国内产量都减少。只不过因为中元节需求量大，即马每公斤配合价来到98块，创下历史新高。猪肉一养就要养半年嘛，那鸡肉只要养1-2个月就可以，它们周转率很高。最近猪源比较少，是因为我们猪舍都在改建。因为现在中元节是我们畜禽产品的1年1度的最大的需求节日之一。另外，云林县北港镇武德宫当年中元普渡拢会开放现场认证普渡，数量当年增加，今年有9536度，创下历年纪录。中华凤苑往年拢会出现真澎湃的海产、大量虾等等，一旦讲是普渡的痛风餐，不过今年拢无出现。风台的关系啦，那搁在下头最大水
全部拢计迄互迄土袂砍去啊，无坡道啊，再去做这个风台啦吼，真正海一寡物件全部都灭掉了。当地渔民是讲，7月底因为风台影响，渔获量大大减少，今年改用其他的制品代替，除了生意无改变，也希望来年会当丰收。记者综合报道。嘉义的大拿伫去年4月成立全国唯一有官方认证的果菜生产合作社。原本这个4月到9月应该是笋仔大出的时间，也毋过进前受到凯美风台的影响，当地农民讲目前这个笋仔产量敢若剩1-2成左右。笋农甲采收回来，立地笋一个一个先做处理。因讲去年这个时阵是一车满满拢是笋仔，即马剩无一半，就是因为顶个月的风台，互笋仔饮水去伤着。即摆的风台大部分拢是的确摇倒去，啊嘛有水倒灌入来田底，规拢淹掉的，啊所以造成讲咱无顶会捡土乌米，啊基本上若捡土乌米浸过水，笋仔伊就会烂，啊产量伊就会减少。嘉义大拿镇种植笋仔的面积有800公顷，今年的产量有3万吨，是嘉义上大的产区。去年4月的时阵，大拿的笋农成立友善户外青菜生产合作社，开始推广友善种植的保育观念。今年煞伫采收期间拄到风台，互因造成真大的影响。我剩无2成，我以我个人的，我剩无2成，因为我迄是去互沙砍乌布，啊我惊伊讲跌到受伤。啊，所以我甲乌布掀开安尼，啊，即马挂拢挂青笋。4月到9月是嘉义县大拿立地笋大出的时间，煞因为风台造成连地性的损害。合作社表示，目前农少价数嘛悬，上紧阁要等1个月了后，笋仔的产量才会豆豆稳定。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国际消息，咱要来关心的是印度的加尔各答这个所在呢，这个月初有一个查某医师互人性侵，佮甲杀害死，这是引起基层的不满。各地医师佮护理师对8月17开始罢工至4点钟，有800万人是提出5项诉求，要求政府要来保障医护人员的安全。台湾手头的纸900名穿白色医生衫的人，伫街路示威抗议，为受到性侵死亡的实习女医生发声，敦促彻底调查女医生的命案，改善大院医生的工作和生活条件。डॉक्टर्स नर्सेस पैरामेडिकल स्टाफ सबके सब पेशेंट्स के हित में हमेशा काम करते रहते हैं, इसके दौरान भी काम कर रहे हैं, पर हम नहीं ये नहीं हैंडल कर सकते कि हमारे ऊपर वायलेंस हो, हमारी जान खतरे में हो, हमारे बच्चों की जान खतरे में हो। ये हम बिल्कुल नहीं टॉलरेट करेंगे और हम नहीं रुकेंगे जब तक CPA नहीं लागू होता। 印度是孟加拉邦的首府加尔各答，这个月初发生一名女性实习医生受到性侵杀害死亡，和医护人员真生气，为昨日开始就是有病院罢工抗议。案件发生1礼拜了后，印度医学会宣布，为10月早起6点开始，团练全国的医护人员做24点钟的罢工，暂停不是紧急的医疗服务。医学会阁提出5项诉求，要求当局加强立法，保护医护人员未受到暴力的侵害。提悬病院的安保、创造安全的休困环境等等，而且关心妇女的安全问题，严挺女医生命案的险关，互受害者的家属适当有尊严的赔偿。हमारा जॉब है कि सेव करना है लाइफ, लेकिन हमारा जान ही नहीं बचा जा रहा है, तो हम क्या कर सकते हैं? हम इसी के लिए फाइट कर रहे हैं। जब तक जस्टिस नहीं होता है, जब तक गवर्नमेंट हिला नहीं जाता है, तब तक हम प्रोटेस्ट करते ही रहेंगे। 对此是孟加拉邦政府一度伫16日对超过40名医生、190名女性医护人员发出调职令，其中部分人员拢把声援抗议活动，引起医学界的不满，批评这是咧打压示威者争取公义甲安全。最后伫外界的压力之下，这次取消调职令，甲医学会代表会谈协商，最后发表声明，敦促医生顾虑公共利益，重新登记工作。国际新闻台是董炳耀。前几日啊，伫嘉义的水上是掠到一个姓詹的通缉犯。这个通缉犯伊趁食到无扣手铐的时阵，就逃窜，而且呢，佮走去人兜偷摕物件，佮甲人的车驶互走。经过这几天的追查，今仔日警方总算是伫彰化甲掠倒来。为征信刘姓犯嫌不断的更换藏匿地点，躲避警方查缉。本日上午见时机成熟，在彰化县彰南路一间民宿将征信及刘姓2嫌查缉到案，讯后送办。后续将持续清查逃亡期间2嫌所接触之对象，也将持续向上溯源。
这个姓詹的嫌犯咧逃亡的时，是连续变装佮换车，互警方歹找人，而且伫咧逃亡期间，佮继续咧犯罪。警方调监视器来看，今仔日是总算伫咧彰化甲人抓到。也毋过，其实论真讲起来，会造成这个意外，就是警方的疏失，所以分局会照规定来处分，相关的人员也会有行政责任。另外，咱要来看，又搁传出有警察是违规来用 TikTok， 这是伫台中市和平分局一个县中的警察，毋但是甲训练的这个画面抛去伫中国的 TikTok 内底，搁有穿制服甲女朋友呢做伙来小染的画面。这个分局是除了要求甲影片落架，也会照规定来处分。画面拍上国旗，要警察伫咧练枪击分解即个训练画面。台中警方训练的画面互翕落来，毋过其实出现伫中国低影音的平台抖音。即个抖音已经是互行政院规划禁止公务人员来使用的平台。民众认为讲，即款的做法可能有治安的问题。不太恰当吧，因为警察就是公务人员嘛，对啊，然后抖音是很有争议的一个软体，所以我自己觉得不太妥当。台中和平分局一个县长的警察，互网友发现讲，甲训练的过程铺上抖音以外，要穿制服甲女朋友染斗阵的画面，也甲这个抖音平台当作是社群伫经营。根据警方的了解，这个县长的警察是为着甲女朋友分享日团去的，不过却是甲公务取得的影音资料，无经过授权就摄录来转传，已经违反这个规定。根据规定，因公务所取得的影音资料没有经过机关的授权，不得擅自的复制及外传。本分局并无授权该员警将影片转传。专业性的角色啦，我觉得他还是要展现他专业的一面。是这样子一直去秀这些，我觉得会让人家觉得这警察并不专业。民众认为讲对警方形象有影响，也伫今年2月，台中市第5分局有一个伫靶场做助教的女警察，甲学员训练影片，甲传到抖音，引起争议。警方讲，除了要求甲这影片摕落以外，也因为违反规定，会对这警察来行政处分，加加强要求。记者综合报道。诈骗又搁有新的步数啊！最近呢是有人收到 email， 顶头是这个财政部来通知伊的手机啊载具的规号有异常，所以要求个资就爱来换新。警方是表示讲，这就是调工咧，甲你调个资的。也那财政部也已经配合清楚，讲这款批的这个网址呢，甲官方是完全无共款。买饭加油、买物件一种生活消费，将发票藏伫载具，使用是愈来愈普遍。即摆数户民众收到这封通知，批的书名是财政部，讲是载具规号有问题，无按正常的步骤来更新，恐惊中奖的发票免顺利领到。只是点一放遐，手机号码、信用卡号，真侪个资拢要求定写。载具本来就不会绑，就是不会要你的信用卡资料啊，除非是你特别绑信用卡嘛，对啊，所以我看到就不会想填，看起来就像诈骗。如果没有时间去证明打到一些相关的政府单位的话，我没有时间的话，我不会去填个资，就是有点感觉个资外泄。又惊是真也是假，官方马上澄清，讲是诈骗的信件，接到信息千万唔通受骗。两大关键分辨真假，检查假批人信箱甲服务平台网址，检方也接到报案，强调是诈骗集团网络钓鱼的新步数。他想要骗的是你民众的个资、信用卡号及认证码等的行为。那如果你已经不慎点击入这个连结的网址出现的网页，不用紧张，就直接关闭就可以了。那如果你已经输入个资或是认证码等等行为，那你可以立刻联系你的发卡银行哦。警方全力压制，将车手当场抓到。受害获利人得一笔股票投资的骗局，损失280万。这种不法组织诈骗手法更加升级，也会透过假冒金管会各种的公文处信被害者。因为上面都有我们的 logo 啊，可能会让那个受害人以为说这真的是那个金管会发出去的类似公文书之类的。为过去的加检警有愈来愈多公部门加做不法人士冒用骗来工具，这是爱真细致纠正，才袂落入圈套内底。记者综合报道。
奥运无胜过金牌林旭廷今仔日早起返去到故乡，也就是新北市的英歌来参加游行活动。真侪人是一透早就来到围攻，看到本人拢真欢喜，嘛真高兴。也那英歌工商的旗队也搭一个荣耀之门来欢迎林旭廷返来母校。民众拢伫路边热烈欢迎奥运金牌军校林旭廷甲教练陈志强，18等到故乡新北的英歌举办游行活动欢庆，早起10点为英歌区公所出发，用车队游行感谢乡亲的支持。因为全旗，然后让大家能够凝聚在一起，在这边，我觉得是我们所有英歌人的荣耀时刻，所以在这边能够与大家一起见面，我觉得是非常高兴。真侪民众透早就带囡仔到场站围同庆，讲看到本人真欢喜，学妹嘛感觉真公平，里面的拢看得出来。很厉害啊，她是我学姐。英国的查某囝，嘿，就欢喜的，大家英国人就欢喜的安尼。忍辱负重，为国争光。对，与有荣焉。车队经过林旭廷的旧厝、英国工商、英国高中这个所在，英国工商的旗队嘛打荣耀之门，欢迎学者摕金牌倒转来。大声喊叫的声音真大声，林旭廷嘛伫莫姓国的手套顶悬签名送予母校，也伫现场甲学弟妹交流技术，甲因指导。学弟妹感觉真公平，佮讲嘛真想要去练莫姓国。父母跟姐姐也一直加强我要去学看。当然，超级帅，就在台上或者是在就是各种舞台上面，就是发光的人最好看。配合车队的游行，为尖山部路的樱桃路口到游泳机口举办奥运嘉年华。最后一个站点是伫英国国小举办迷将的见面会。林旭廷得到奥运莫姓国金牌，让国际看到台湾莫姓国的实力。暗过传出国际群众因为管理甲财务问题，已经去予国际奥会停权。另做无新的全球莫姓国管理运动机构，2028年洛杉矶的奥运可能就无莫姓国的项目。即摆出现新的希望，去年成立的世界莫姓国联盟，昨日宣布台湾、巴基斯坦、不丹、斐济、厄瓜多是上新加入5个会员国，也毋嘛会当争取莫姓国继续留伫后一届奥运。记者综合报道。台湾新文化运动纪念馆逐档拢会用搬戏的方式来讲台湾的历史。今年叶热所搬的就是日本时代台湾文化协会成员叶永贞的故事，伊是林献堂的秘书，为台湾政治运动留下真侪记录。若是讲一切顶来，咱敢有可能行出无共款的路？我是感觉讲，不管时代安怎变化哦。你嘛永远袂改变。演员扮演日本时代台湾文化协会成员叶永贞，甲伊的好朋友曾水成、叶德三个人，带民众用看戏的方式来设展览。18伫咧台湾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办戏剧导览，嘛用唱歌的方式来唱叶永贞所写的诗。东宝守在国将你。爱美丽岛是叶永贞伫1961年所写的诗，在写台湾文明哀愁甲对外来政权的不满。叶永贞是林献堂的秘书，伫1931年捌和罗河创办文化杂志《南音》，然后伫咧日本时代的台湾政治运动，伊嘛付出真侪贡献。为一首诗会使看到伊，即个人经过遮侪朝代了后，伊对台湾史的感想甲评论，所以讲会使互即卖人参考安尼。他自己后来也担任过记者，他其实一直在这个就好像在那个时代的旁边看着这一切发生，特别是他的文笔又非常的好。所以他留下了很多的文字的记录。戏剧导览团队以看古时代的人做主题来呈现这出戏。台湾新文化运动纪念馆表示，英国讲到台湾文化协会，大家拢知影林献堂真伟水，所以罕得有人知影叶永贞，希望透过戏剧向民众小解伊。过去咱若看展览，拢是安静一个人看，啊无就是听讲阮个导览的老师伫咧讲，真罕的有人用戏剧的方式去演出，所以阮就逐年拢会推出这个活动。
官方表示，戏剧导览刷落来，也跟有9月初一和9月初8两场拢是全台语的演出，希望招民众做伙来看戏，那是展览嘛了解台湾史。记者卢尚如连续看台北报道。明仔载天气到底是如何呢？天气玻璃仔带大家做伙来了解。北部地区26度到33度，中部地区是26度到32度，南部地区26度到31度，东部地区是26度到33度。外岛地区27度到31度，也有未来3天的气象。以上就是这则台记新闻，感谢你的收看。稍等下请继续收看台湾技术铺，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相会。一个为调查局遐送过来，就入去这间45号房，伫内底住3年，经过3个